也前一阵仔变大水后，龙鱼面是了有够侪个侪婚龄疾病呢，就因为讲雨水伤过高，地思讲是蛤蟆这水伤过头正，也侪蛤蟆是死几片。中华疾病呢是种酸亚、种火龙果、也果子园来饮水，无法度收，这世人是预估讲这个损失拢超过5成。 养殖池边啊，看到真侪外壳拍开已经死去的蛤蟆，这是婚林关的蛤蟆养殖池，因为前一阵仔连续大水雨，甲养殖水质的咸度冲破去，造成大量的这个蛤蟆因为水质咸度无够而死去。无咸水啊，规区拢死了了啊！咱正常咧放是拢伫个度8到2度半一坎，吼这阵啊就是雨落了伤济落啊，骨底拢无上度。 婚林的蛤蟆养殖面积有3500公顷，集中伫大溪甲口湖两乡，年产量是32000吨，占全国第5成。最近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形，今年中秋节的蛤蟆恐惊因此起价。婚林关农业署讲，这边受灾面积达到5%就会进行回勘。 一般文蛤都是延迟性的灾害嘛，因为它那个水质改变下雨下来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等各单位来通报，如果他们发现有农损的部分有文蛤大量快速死亡的话，还是到公所通报。 彰化县部深乡金碧山野山区原本已经要采收啊，却是因为连续大水雨造成果子园淹水，就烂去的山野贴规堆，初步估计损失超过5成。也来黑龙果果子园上款受灾，黑龙果树根拢浸烂去啊，今年恐惊无倒来采收。如果连续到对尾到1个月，从阮的沉水冒大，等于连续抽走1个月，啊，到即马下个抽袂大呢。即区可能今年拢无啥会生啊，到年底可能无啥会生啊，因为伤过严重，这要恢复无要紧啊。 另外，过来地缘最近受到疫情率、疫病，也有7个风灾甲雨灾这因素，造成麻地的供应量短期内缩减。加上中元节也有中秋节即要到啊，猪肉继续起价。县农业部已经请大汤8个增加供应650只，冷冻抢检买，由饲者调节作为，并且要求农民按照特殊出地，会继续监控市场适时调节，来维持生产的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